完全使其现世的一切所事，利己之利于佛法，否则世间所事无有了解之事，皆中而至，此即彼福，犹如波浪一般，始终不会有修法的空闲机会。这是对嘛？因为我们实践的一切事情都是昨天做的事情，今天也要做，明天也要这样做，今天做完的事情，明天也要重复着做，所以没有一天是做完的。就像那个怎么说呢？一个家庭里面来说，从怎么说呢？成家到最后分散的过程当中，都是没有一天闲下来过，没有一天就是轻松的，就是圆满过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说从成家到分散？那所有的人都最后一样的分嘛，对不对？最后一样的分散嘛，因为都是无常嘛，所以从成家到分家的分散的过程，那么就是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一天闲下来。原因是什么呢？达不到满意啊。这说明什么呢？实践法是没完没了的，都是重复，就像大海的波浪一样。大海的波浪来一个结一个，来一个结一个，来一个结一个，没有说刚刚来的时候好像是这个，再来的是哪？这个是第几个呢？第几个浪？没有这样说法嘛？不断的，所以就人生的生活也是一样，人生世界的所有的事情也是一样的，就是没完没了的重复的那么我们从小到大吃了多少次的早餐，吃了多少次的晚餐，吃了多少次的午餐，然后再吃了多少，那就是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达到再不用吃或者是满意，然后就到了吃不了的时候也是那个用关子进食这些，但也是达不到，最后就是走的时候也是不满意嘛，对不对？就像这样就是没完没了的，所以我们能够可以真正的唯一的能够可以累积起来的就是修持佛法。我们每次的早餐晚餐的时候都是做过一次供养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吃的那个是累积不了的，我们就是到最后身体还是一样的不行，就是走的时候，那么就对那些饮食对你也没有什么帮助。但是我们做过的这个供养的这个功德，如果说我们真正的这个如法的正确发心的做了功德的话，那个是可以累积起来的。所以这两个必须得要知道，生活之中就是点滴的这些功德也是一定要做，一定要圆满。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唯一的能够可以累积起来的就是这个修法的方面。不然我们真正的就是有一个今天是你真正的可以修持佛法，今天呢实践的任何事情都不用做你就可以完完全全可以修持佛法。这种机会呢，很多人自己知道的话就有很多这种机会，但是根本就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没有一点点这样的空闲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自己安排。要重视佛法的话，你有那么多的修持的机会，因为过去的那么多的这些怎么说呢？那个高僧大德嘛，也并不是说他们太笨了，就是不懂实践法，所以就是跑去山上修行，到最后就莫名其妙的成就了嘛，那不可能的事情。因为太有智慧了，他已经知道的就是比实践法更高的这个利益，实践的利益更高的利益，所以他就是放下一切，然后修持佛法，到最后得到就是无比殊胜的成就嘛，对不对？对。自己何时下定决心舍弃世间所事，也就是所事中解之时。权知龙经把尊者说，世间所事此一无完时，何时放下即了，乃规律。又说，所作所为如儿戏，作无终了，放则了。所以当升起想修正法之心时，要以无常激励自己，刹那也不因彼懈怠懒惰所控制。应该几个修持正法以上为加行精进，这就是加行精进的方面
这个加行精进方面的加行精进的重点是什么？要有无常的概念。有无常的概念的时候，这就是加行精进。我们本身就是知道要有加行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前面就是有那个怎么说呢？那个我们的信心嘛，对不对？前面的部分呢，信心，而且是要坚持坚固，而且下定决心，这个是最重要。第二个精进是加行精进，加行精进来说到就是要有无常的概念。有无常的概念的时候，就知道时间的珍贵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这么好的时间可以修持佛法的时候，那么就不能浪费。那么在浪费的时候呢，就是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人生也是一样的，得不到任何东西。就像我们一个人到了宝地，但是空手返回一样的道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宝地可以取很多的珍宝出回来嘛，但是呢，就是一个很笨的人去了，然后就看到各种各样的宝，他就是傻傻的看一下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就空手返回来，开开心心的返回来。那这个就虽然他很开心的返回来，但是这个有没有意思？没有意思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去宝的，那可能是取宝，然后就带很多的宝回来，才是真正的开心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傻傻的人去了那边也是开开心心，到回来也是开开心心，但是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得到。所以这样我们就是已经到了获得了人生，但是没有智慧，傻傻的，而且是得到了佛法，也这不是今生多么厉害，就是过去的因缘和福报，你已经获得了这么殊胜的因缘，但是你的这个智慧还不够，所以就还是笨笨的，还是傻傻的，就时间就过去了，然后就倒回去面对的时候，就那个时候就不好玩了。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就像这样，就是那个人到了那个宝地没有取宝回来，倒回来就是看到一些其他人拿着的时候，看他会不会分享给我一点点，那就没有用了。所以这样，所以自己努力。所以修持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知道第二个加行精进来说的话，就我们必须得要知道无常是这才是最重要。那么就是在那个如贝玛嘎布也是有说，他也是非常殊胜的一位上师。那么他也是说我们这些世间的众生就是屠宰场的这些生苦一样的。那么屠宰场的那些动物是马上会死嘛，对不对？时间都是非常无常嘛，宿命。那我们也是一样。那龙心然讲吧，尊者也是说，世间的一切琐事都是没完没了的。哪一天你放得下，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圆满了。没有放下之前都是做不完的。做不完的继续做到那个，你如果是有好几辈子都是做不完的，所以就放下才是真正的会圆满的那一个时代，那一个时候。所以龙金让讲吧，尊者也有说，所有我们世间的一切的这些行为，都是就是在儿童在玩耍一样的，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。小朋友们在平常就玩什么东西，你看很多小朋友的玩具都对于我们大人来说呢没有什么意思嘛，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呢，那一样的当下是非常的重要。你10岁的时候玩过的一个玩具，你在30岁的时候就你拿来重新看一下，那你会有什么感觉？没有什么感觉嘛。那你是不是这刚10岁的时候一样的，你要不要去玩一下？没有意思嘛，对不对？但是10岁那一天，那个是很有意思嘛。那一天你就没有得到这些玩具的时候，也是为这些烦恼，为这些苦恼为这些就是会特别的辛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众生就是这样。那么佛陀跟我们众生之间，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小孩跟大人一样嘛。所以就我们实践的一切琐事都是在小孩在玩耍一样的，所以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。自本作人着康着